夏牧师、谢牧师，我们各位同工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隔壁人说，很高兴跟你一起做礼拜。这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是应着我们中保代祷团邀请，后来慈保团长跟我说，这个要小会通过，所以小会接纳，所以就在这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特别造就，用祷告的主题。那我们2堂的礼拜原来都是讲同一个题目。那我问慈保团长说，要讲同一个题目，还是要讲不同的题目？他说，牧师你难得来讲不同的题目。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要不同的题目，要讲什么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主题，叫做有影响力的祷告。有影响力的祷告作为这一次要来做祷告教导的主题。有影响力的祷告，换句话说，也是有果效的祷告第一堂我已经有讲了，根据这个雅各书第5章15节、16节，就是信心的祷告，又要救这个病人信心的祷告要救这个病人。信心的祷告是有影响力的祷告，也是有果效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救这个病人这个现在一本的圣经就讲说，这个有信有信，这个台语的圣经说有信会祈祷救这个病人，有信，所以信心有信信心的根据要根据什么？我们的信心根据什么？根据你是上帝儿女的这个权柄，根据你是上帝所拣选祭司的权柄要祷告。为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所拣选的祭司，凭着这个权柄要来祷告，是从哪里给你这个权柄？就从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权柄，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才会说，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台语说好大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大来就近伊。所以我们坦然很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一方面不怕，一方面也相信神会给，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是神所差遣的祭司，所以这个有权柄的祷告就会带来有影响力、有果效的祷告。而你祷告的内容来了，就像一个人来到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说这个说什么就是你要的东西你要向神要什么有权柄来了，你是有这个资格来的，但是要什么，你抓住什么来祷告。这个是这一堂跟下午我一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这一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这句话呢，我们学习第7节。15章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讲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结果子因为结果子才能让神得荣耀。不仅结果子，而且要结得很多的果子当然果子会有生命的果子，可以也有传福音、领人归主、灵魂的果子一个是质，一个是量，都可以。
要借着什么？借着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我在台南推动祷告殿，有一天参加的人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妈妈她说，过去我都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啊，每个礼拜也有去啊，我有参加团契啊，但是我的儿子呢，常常跟我说，妈妈，你去教会是天使，回到家里像魔鬼。你去教会像天使啊，你回到家里像魔鬼啊。他说，他的儿子是医生呢，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呢，但是他对妈妈这样讲，但是他也改不过来，但是他在祷告殿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最近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你现在在教会是天使，回到家也是天使。另外有一个姐妹，她每次怀孕的时候，她都非常的不舒服，害喜，这个非常痛苦，所以一想要怀孕就害怕。也是在我们祷告殿这样祷告的当中，她自己就分享见证，因为最近怀孕了以后，我就问她，那你这次怀孕跟以前怀孕有什么不一样？我说牧师很奇妙这是第3胎呢，我第1胎、第2胎都一样，我害得非常厉害，这一次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怀孕，因为都没有害喜的现象，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也没有这些反应，所以家人，特别是他这个娘家的妈妈，最怕她又怀孕，因为每次害喜都非常的痛苦。他说挺奇妙的，真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呢。祷告人的生命会改变，祷告连身体的状况都会改变。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见证说，牧师活到现在9年来动手术以后到今天当然身体的保养就是改变体质，增强体力，是借着饮食，我的饮食呢就是2个，一个是诺丽果汁，一个是牛肉精汤，一个改善我的体质，一个改善我的体力，增强我的体力。但是另外我认为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就是借着祷告，神所给我的恩惠，所以不是靠我自己的保养努力而已，还有神格外的恩典，才能够今天还站在这里讲道，还没有死去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神借着祷告要把祝福给我们当你有权柄，当儿女的权柄，当祭司的权柄来祷告，那你要抓住什么？有权柄是来了而已来而已那你要抓住什么？你要祷告什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讲这句话也很清楚的描述什么？我的话在你里面所以你是根据我的话来祷告神的话是现实的，人会讲谎话，人会欺骗，撒旦魔鬼更会，神不会。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就算话，而且他的话，圣经说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跟他的灵来创造。那我们今天来祷告神，你说我有信心，是你的信心是勇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儿女，也是祭司这样的权柄，这样很好但是祷告的内容，你抓住的是什么？耶稣要我们抓住他的话你要抓住他的话，一定要先听到他的话，读到他的话
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嘛。很多人读圣经，无论你一天读1章、2章、4章、5章、10章都没有关系，但是读完了以后，这个圣经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能不能成为你的力量，在你有没有梦想。诗篇第1篇就告诉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如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要结果子，是要昼夜思想，常常思想的，默想神的话。基督徒很多教会都有推动读经运动、读经祷告，非常好，因为你要先读啊，要先看啊。但是我们读看了以后，读了过去了，看了过去了，没有梦想。梦想是一种祷告，祷告不是梦想。祷告的种类很多，感谢、赞美啊，这个认罪啊，恳求、代求、宣告啊，梦想也是祷告，梦想也是祷告。梦想，如果你向着神，也是默祷。那把神的话拿来默想，神的话就会到你的心里。然后你抓住这个神的话，就继续的默想，然后继续的祷告。那个祷告就变成宣告。第1堂我有讲了，宣告，你宣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已经临到你了，那你一直想，一直想，它就在你的里面。神的话就一直有能力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细胞的组织里，在你的骨头里，它都会产生能力，带来祝福。所以神的话借着默想，借着宣告，不断的默想，不断的宣告，它就产生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本圣经旧约39本，新约27本。有人说问我牧师，那很多神学家都说，创世纪第1章到11章是神话，那是不是神的话？神话是不是神的话？啊，没有错，按照神学家的这个研究，啊，把创世纪第1章到11章列为这是神话故事。我说，如果这是神话，不是神的话，那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也讲这个啊，他也讲挪亚，他也提到罗德啊。那如果是神的话，耶稣才会讲啊。如果是神话，耶稣当然就不必引用啊。所以神话是神学家在讲的，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是要把它相信那是神的话。所以创世纪第1章到11章，神学家可以讲是神话，我们还是要相信那是神的话。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启示录最后都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啊，你如果接着默想，神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了。耶稣所讲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没有默想，就是停留在你的思想，你曾经了解，你曾经读过，有印象，啊，但是没有记在你的心里，没有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那个能力不会出来啊。那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要让它出来，当然就要默想，就要宣告。神会借着这样，让他的话产生能力，就在你的生命中，包括你的身体所结的果子。第1堂我就讲了，信心的祷告，出于信心的救那个病人，就让他的病会转化，
会变成好，信心的祷告会变好。神的话，你这样默想、祷告、宣告以后，也会让你的生命更好。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生病，我们也不怕我们有问题，我们怕的是我们的心中没有神的话。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啊！好，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我常常在想，我当牧师，我自己生病了以后，我有很深的反省。因为我去医院那个时候，急诊室客满，都排队，走廊都是躺着病人。后来还是透过特别的关系，很多人为我招总才找到了有个这个病房，可以赶快入住，不然也没办法。台湾的医疗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发达，也非常的高水准，但是我们的病人怎么这么多？台湾的人怎么这么会生病？而且一个人的病都好多种。我生病了后才发现，祝福人永保安康、身体健康，这都讲得很顺。我后来才知道不简单，身体要健康不简单。身体这么多器官，你看，不是这里有问题就那里有问题，这个好了换那个，这个好了换那个。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的生病有什么？我们怕的是我们失去了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病人，要让我们更好，不仅身体更好，我们婚姻有毛病，婚姻也可以更好；我们家庭有毛病，亲子关系有毛病，亲子关系也可以更好；我们的工作有毛病，我们的事业出了问题，也可以更好；我们的服饰有毛病，也都会更好。这在我信耶稣，特别被圣灵充满以后的42年，这一段时间，我体会很深。在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认为什么都不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家庭里面长大，我的一个哥哥18岁就去世，另外一个当兵22岁去世。一个是感情问题，一个是身体也是得了癌症，都没有好。我就深深的去体会，到底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后来我读神学院，不是因为这个信仰很好，我是因为喜欢读书去读神学院。另外一个就是好玩，因为暑假都有神学生到我们乡村的教会，去呢，很会带活动，也会打桌球。这个神学生怎么都这么厉害？我也要当神学生。所以是为着好玩，想读书去读神学院，不是因着对这个神有什么信心，这个信仰有什么好。因为我的生命体会的都没有变好，但是我42年前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发现这个信仰真的会让我们变好。无论是什么，你哪一方面有毛病，神都可以让你变好。神的话带着能力，祷告神迹就发生。所以我到夏利利祈祷院创办36年，我33岁去了，现在69岁。很多人看到我说：“牧师，你70岁了，不像哎。”我说：“感谢主，不像最好。”我就越来越发现，越来越体会，
我牧会失败，神也会让我的服事更好。我身体不好，神也会让我更好。好，不要说以前，光这一次生病，还没有动手术以前，常常感冒，有时候就要1个礼拜，到要开刀以前是3个礼拜感冒才好，都抓不到我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动手术以后这9年，我没有感冒过，我没有感冒过啊，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有美国回来的朋友说：“啊，你们在台湾都问有没有确诊，我们在美国都问你第几次了。”有的会说：“我第3次了，我第4次了。”因为他们已经宣告这个流感化了嘛，这个没什么嘛，所以大家都来往很自然。所以遇到了你第几次了？所以我感谢神，我会体会到这个信仰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会忍受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所以雅各才会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是有果效的，是有影响力的。那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祷告的依据或我们祷告的内容，你要宣告出来，它就成就。因为神的话，第一个，它是带着医治的能力。神的话带着医治的能力。诗篇107篇第20节说，他发命令医治他们。现代译本的圣经讲得更好，他以自己的话治好他们的疾病。现代译本的说，神用他自己的话来治好人的疾病。这个病，各种疾病呢，不是只有身体而已，人的毛病，神的话可以。如果我们越读圣经，那我们越生病；越读圣经，我们的问题越多。一定是出在于你没有梦想神的话，你也没有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神的话，它本身是带着医治的能力。他的话不仅在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医治，神的话也带来保护。119篇114节，你是我的保护者，我的盾牌。神的话保护你。我是研究这个先知性预言的，神的启示，很多这些属灵的长辈都说，常常是禁止的。神启示的时候，有时候叫你走，有时候叫你停，就好像红绿灯一样。你到了红绿灯，红绿灯，绿灯就走，红灯就停。我们常常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常常都碰到红灯，对不对？走一段就红灯，走一段因为要停一下，要停一下。保罗要去亚宣教，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叫他不要往那里去。后来有马其顿的呼声，才往马其顿去。所以神的话有时候会禁止，这样你不能做。在十诫里面也是一样啊，叫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能敬拜偶像，那个是禁止啊。叫你要守安息日，不能工作，那也是禁止啊，对不对？他也有禁止啊，叫你不能偷窃啊，叫你不要说谎啊，但是禁止啊。所以神的话有一些是禁止，他是会保护你，叫你不要前进。红灯是在保护你啊，你不要说怎么设这个红灯做什么，没有红灯你会撞车的嘞，对不对？所以神的话也会保护你。诗篇91篇第
16节这句话，是《生命的赢家》约尔·奥斯汀他的妈妈得到癌症，医生宣布第3期。妈妈听到医生对她的诊断宣布以后，有一天她祷告读圣经的时候，这一句话临到她，让她很深的感动。这就是神要给我的话，因为我要使他只想长寿，我要使他只想长寿，不要永寿等会寿。就后来约尔·奥斯汀他自己做见证，说妈妈就是抓住这一句神的话。神说要我只想长寿，他的救恩要在我的身上显明，所以我就常常宣告，神要我只想长寿，他的拯救要在我身上显明。圣经在讲拯救，常常包含2个层面的，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身体的。因为拯救希腊文跟医治的希腊文的字根 “sozo” 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妈妈因着这样，他都活了20年，是老年去世，不是因病去世。我在9年前的2014年4月15号下午4点要动手术，我躺在床上，接到从纽西兰我的同学李兆卫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早上我在灵修为你祷告，神给我这句话，这句话是要给你的，就是诗篇23篇第4节。你虽然行过属阴的幽谷，也不致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他亲自在电话中一直念给我听。其实这个圣经我们不知道多熟，对不对？但是这句话不是给别人的，是神今天要给我的，借着我的好朋友为我祷告的时候给我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话给别人，你也会让他因着你领受的神的话来得着医治，得着能力了。先知性的预言就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传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2014下午4点要送到手术房，因为我一生都没有动过什么手术啊，也不知道躺在手术台上是什么经验。后来才知道，哇，躺下去就是冰冰的这样而已。护士就说：“陈先生，打个针。”其实我也不知道打个针是打什么。听这一句话就睡着了，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一句话是在说要打麻醉针。你看，对这方面我多么没有经验，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动手术完身上7个引流管，竟然我的主治医师交代护理师说，把陈牧师送回病房。原来告诉我的师母说要去加护病房3天，至少要3天，要保护我，不要让我感染。结果隔天来巡访的时候，就跟我说：“牧师，我怎么叫护理师把你送回病房？因为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里面，发现你的身体的体质状况非常好，出血不超过500cc， 所以你买的血袋1袋都没有用。虽然身上有7个引流管，我还是判断你可以回到一般病房。
是医生的判断，我是相信他的判断，但是我很惊惶，师母也很惊惶，这样没问题吗？到今天就知道什么都没问题，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专业。我从这里要讲什么？到今天还活着，就是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从早上8点听到这一句话，我就一直想这一句话，也一直宣告这一句话，直到进入手术房。回来以后也是一样，常常就思想：神啊，你跟我说，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知遭害，因为你一直与我同在。所以我动手术完了以后回来，我就一段时间，因为医师一直建议我要退休，因为压力太大，才会得这种病，内外压力，还有就是太辛苦了。我就辞职，申请退休，没有想到，现在又代理总院长，现在又当宣教神学研究院的院长，又要重新回来，让整个加利利祷告山宣教中心的事工，我都没有想到，而且我们的事工的推展，比以前更大，领受的祝福也比以前更多，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好，感谢主，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我自己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但是神不断帮助我们。我当神学院的院长，我说我怎么有这个能力？虽然有一个博士的学位，但是要做这个不简单。今年神就特别感动黄伯宏教授，他说我来当你的顾问，所以他叫院长顾问。他甘心了，自愿当义工来帮助我。我就感觉现在院长好像他在做，很用心呢，什么都为我着想，想到什么就赶快告诉我要怎么做，想到这个要怎么做，要聘教授怎么做，各方面，神的感动人为我们奉献。过去我们经营神学院是没钱的，我们都没有想到怎么会有这些奉献款，我们都不认识的人，神很奇妙，超过我所想的。就是神不仅医治我的身体，也医治我的服事。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会变好嘛。神的工作就是变好，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虽然经过了这个低谷，神可以让我们重新爬上来。所以第二个，神的话就会让我们苏醒。苏醒就是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神的话会让我们重新得力。诗篇119篇，那不是第5节，是25节。25节，现代译本的圣经说：“我虽然被击倒在尘土上，但是他照着你的应许，把我救活，就从尘土上把我拉上来。你被打倒了，你倒下去了，你软弱了，你没有能力了，你昏迷不醒了，是神借着他的话把你拉上来，拉起来。”让你苏醒过来。神的话本身有这个能力，因为神的话是带着创造的能力。耶稣才说，约翰6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神的话
你就有生命。你不要怕，我活不了，你怎么活不了？神的话就是你的生命，你有神的话，你就活得了，怎么会活不了？你就可以撑下去，因为神的话让你苏醒，会让你重新得力。内在意志的大师用山德福他说：“上帝借着他的话施行创造。如果我们用了神的话来祈祷，就有创造性的能力。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无变有，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小变大，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少变多，创造性的能力就是从弱变强。弟兄姐妹，创造性的能力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圣经神的话，而且要默想。默想，如果这句话是神给你了，你认为这个话很好，那你不仅默想，就一直宣告，常常从嘴巴说出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在敌人的面前，他会为我摆设宴席。摆设宴席就庆功宴嘛。你怎么怕敌人？你怎么怕仇敌？你怎么怕有人跟你作对？你是神的儿女耶，你怕什么？你怕世上的人吗？不用怕，最后得胜都是你啊！我服侍神，特别是圣灵充满以后42年的时间了，面对了太多的攻击耶、诽谤哎，什么都有哎，但是最后我发现，神都得胜了，神没有失败。人会失败，神没有失败。所以我们相信创造性的能力，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你抓住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耶稣才会说啊：“你们要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我的话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都要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你不要怕你现在小，你不要怕你现在少，你不要怕你现在无，你不要怕你现在弱，没有人能够抵挡你，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它不断在你的生命中带着创造性的能力。你的弱会越来越强，看你在哪方面弱，你祷告向神求，抓住看看。在读经的时候，神给你哪一句话？用神的话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你不要怕你现在小，地位很低，不会，神一定有一天会抬举你，会提拔你，从底下把你拉上来。神是拉拔我们的神。基督徒应该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不要怕，在公司里面，你现在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在整个一个组织里面，你没有什么，神一定会抬举你，他会把你拉上来，让你越来越有能力，让你越来越蒙福。因为蒙福有能力才有影响力啊！你没有蒙福，没有能力，你怎么有影响力？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所以神一定要把创造的能力赐给你，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你现在没有，不要怕你现在少，不要怕你现在弱，更不要怕自己生病。神什么都能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是对某些人讲而已。是对每一个信的人讲，每一个信的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你抓住神的话来祷告，用儿女祭司的权柄来祷告，神就要成就。不然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要给你们成就。
愿意的不是你想要的吗？但是你想要经过祷告，神在他的时间到，就是你需要的时候，神要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能力，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就会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怕无、弱、少、小，不要怕这个，神会给你。我这几天才跟我们同工分享，我36年前创办加利利祈祷院。首先人家都叫我陈干事，后来叫我陈主任，后来叫我陈院长，后来叫我总院长。我说我是从干事开始做起的，干事做完了做主任，主任做完了做院长。很奇妙，那些对我个性来讲，我都不在意外在什么东西，但是神都会自己供应给你，你不要神要给你，这是很奇妙的。我没有为我自己图谋什么，但是神恩待我，无限的恩典。所以神有创造能力，你不要怕。不要怕，失去的神会给你，倒下来的神会给你拉上来的。第三个，神会让你成圣，神的话会让你成圣。刚才读的圣经第3节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现代译本的圣经说：“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神的话亲自会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越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读以后默想，不断的常常宣告，它自然就会炼进你的生命。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孩子说：“妈妈，你去教会是天使，回家是魔鬼。”他是每个礼拜都很勤快去做礼拜的人，为什么孩子会这样讲？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变？过去都有去教会做礼拜啊，这边听，这边就溜掉了，在这边听牧师讲到，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下个礼拜再来问他，上个礼拜牧师讲到的题目叫什么？不知道，连题目都不知道了。圣经节讲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回家以后没有再默想神的话。刚才夏牧师跟我们讲的非常好，说我们还有回家可以复习的，你要温习。每个礼拜牧师在这里讲的道，信息都非常好，所以你回家以后要温习。我们很多的时间在看政论节目，我以前很有兴趣。但是我圣灵充满以后，我说学习骂人啊，看那些节目完以后学习骂人，学习认断别人的错误，不会想要支持别人、欣赏别人、肯定别人、赞赏别人，不会。政论节目越看心里越乱，但是那是以前认为这是兴趣。没有想到那是污染。基督徒应该要从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看法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眼光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讲法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生命的体验也会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不容易的。神的话使我们慢慢的离开那些不对的、污秽的，因为他的话要炼净我们。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就会慢慢成圣。成圣不是完全，
成圣是犯罪越来越少，犯罪的频率降低了，处数减少啊，这个叫成圣啊。成圣不是完全啊，完全是到见主面那一天你才会完全，这个路程都是成圣的过程。那你怎么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属的生命？只有神的话。李拉瑞这个美国德州磐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倾听的耳》这本书说，只要专心在神的话语上，就能调整你属灵的听力。下午我要讲圣灵的启示与引导对我们祈祷多么重要。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常常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还有抓住一两节一两句来默想，慢慢你会对准神的频率，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是走神的路，不是走人的路；你是做神的工，不是做人的工。神就会越来越祝福你手上的工作，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因为他要借着你多结果子来荣耀他。耶稣跟门徒这样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我们没有结果子，神怎么会得荣耀？一定要多结果子嘛。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真的在神的面前，不仅读神的话、研究神的话，一定要梦想神的话，常常宣告神的话，你生命自然就会改变了。改变，你的问题也会解决，会减少。第四个，神的话会印证圣灵的带领。圣经里面的话会印证神对你生命的带领。因为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照引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有人说，人生的路不仅是苦海，而且是黑暗，所以到处都需要光。神的话就是光，照在路上，我们就能够看到正路在哪里，是你愿意不愿意走而已啊。但是神的话本身就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李拉瑞的牧师，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自己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不要结婚，我决定要跟保罗一样，专心服侍神。我要一生独身守身，好好的服侍神。但是有一天，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箴言第5章第18节，箴言5章18节啊，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你要喜悦你幼年所起的妻。他说这句话引导他离开了那的想法，让他不再说我要单身服侍神，神要我娶一个牧师娘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自己想什么，神会用他的话来引导你，也会用他的话来支持你。我个人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要办加利利祷告山的时候，1块钱也没有，1坪土地也没有。我的爸爸一直叫我不要做，说你在和顺教会现在100人聚会，每个月的薪水都有，还有牧师馆新的可以住，你为什么要去做什么都没有的？他问我说你要去住哪里？我们的长老也问我你要去找哪？我说我不知道要去住哪里。
因为没房子可以住啊，没地方，山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神用3个启示跟我说，一个用异象，一个用天使的声音，最后用圣经的话，我就向小慧辞职，说1、2、3都已经启示了，我不能不做，我是愿意继续留在和顺牧会。长老一直恳求我要留下来，我最后把启示告诉小会员，没有一个敢留我。后来师母祷告，神启示他说，神说要给我们60坪的牧师馆，不用怕。后来真的60坪的牧师馆，住在哪里？住在黄仁成医师的安平的别墅，1楼30坪，2楼是60坪。有人告诉他，陈牧师要去开办加利利祈祷院，没有地方住。黄医师非常好，我跟他不熟，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说请陈牧师师母全家去住我安平的房子，给他们住，就刚好60坪，1坪也没有少。30几年前住那个别墅，我是认为是全台湾最好的牧师馆。没地方住的是住了全台湾最好的牧师馆嘛。所以烦恼什么？挂虑什么？神说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最美的，我们都不知道的。神用什么话启示我？哥林多后书8章第10节到11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对他们说：“你起此心意已经1年了，起此心意已经1年了，所以就要办成这事。”现代译本的圣经讲得更好，那么就要坚持下去，完成这件工作啊！就要坚持下去，完成这件工作。因为我们开始在预备，在祷告，寻求要不要做祷告山。到那个时候要决定的时候，就1年了。神很清楚借这个圣经的话引导我说，没有错，我启示你2个超自然的启示，用天使的声音跟异象跟我启示，我还没有辞职，直到这个圣经的话给我，我就向小会辞职。没有一个长老敢留我，最后每一个长老都为加利利奉献，支持我的事工，神的工作。所以神的话他会引导你祷告，神带领，让你能够知道这是神的路，你要去走，那神就负责。所以我祷告山36年来，不是没有困难，困难太多。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有一个祷告：神啊，这不是我要来做的，是你叫我做的。如果你不帮助我，我怎么做？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把你的人生交给神，然后求问神，下午我会讲什么？求问神，求问神，神给你指引他的路，要你走。你说神啊，这个先生是你跟我说好哎，这个太太是你跟我说好哎，好，我要做这个工作是你跟我说好哎，我要投资这个事业是你跟我说好哎。我很清楚你的启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就依靠你，祈求你帮助我，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神会启示你，因为那是他叫你做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提供给你适当的能力、财力跟物力。我们要的就是3个能力嘛，人力、财力、物力。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你的人生怎么样，都会有缺乏的时候，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有少的时候、小的时候。
不要怕，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他的话语要医治，他的话语要苏醒，他的话语要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他的话语要带领我们印证这条路是神对你的指引。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就是抓住了神的应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S， 每一个都是 S。所以你有神的话，你的人生就是 S， 是是的人生，不是火的人生，是正面的人生，不是负面的人生。你会看到你的人生真的充满着神迹奇事，因为你是活在神的话语里的人。那为什么你能活在神的话语？因为你有读神的话语，因为你有默想神的话语，因为你有宣告神的话语。神迹奇事就在你的身边发生，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愿意用神的话语，常常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默想，用神的话语来宣告。这是祷告的2个方式。在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他是提醒你或纠正你，你说神啊，怜悯我，这是我软弱的时候所做的，赦免我，这样就好了。神的话也会光照你，因为让你成圣。那你不要说神提醒你，你就认为说啊，我这个人太差了，太坏了，太不好了，不必这样。神都是怜悯我们的神，耶稣的宝血跟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你的能力就无比的强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神，你是伟大奇妙神，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信靠你的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结好的果子，结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神啊，怜悯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也更谨慎的、更愿意的来勤读神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常常来宣告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引导我们走在你喜悦的路上，我们的一生将充满了神迹奇事。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